我签名。哇哇这哇这哇，是，我提。我对你安尼假公济私哦。假公济私当然另外。小爷，你转来。我有一个好写信呢。哦。唔甲你讲。这个故事咧讲到两个女主角，这两个女主角是学生时代的同窗啦吼，啊，一个叫做秋薇吼，啊，这出身真好，啊，家样势嘛真好吼，一切家庭拢富足顺利。啊，另外伊这个同窗呢叫做丽云吼，啊，丽云就交伊无啥共款，丽云是较歹命，出身艰苦吼，啊，拄着查甫人拢拄唔着人啦吼，第一个是要占讨谈吼，啊，迄当初呢交伊生一个囡仔吼，啊，结果嘛是叫伊放散。无真个咁呢？啊，这个故事呢，为伊开始呢，因为这囡仔破病，啊，不得不去找秋薇来求救吼，啊，拜托伊了，啊，才发现讲，原来这个秋薇啊，伊这个翁婿呢，竟然都是过去这个旧情人啊。这个故事大概真复杂啦，哦啊，讲起来是一个三角关系啊，但是为这个真复杂的情形开始展开的一个故事吼。拜问你。恁遮唔知有欠买无？水，是嘞。谁人买？你是？无欠。讲到林团秋导演吼，伊当初是日本的这个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啦吼，伊咧看这个台湾，所以你会注意到伊的电影吼，交一般的五路电影无啥共款。迄阵啊，台语片真丰富啦，啊有迄种足好笑的啦吼，啊有迄种爱情的，啥物拢有，啊有迄个歌戏的拢有。但是你甲看到这出戏，你会感觉讲？这出戏无啥共款，你看到伊咧找头路的时，伊就会看到讲，这个社会的阶级，好家人交善车人中间，这个阶级的这个差别，人甲人的不平等吼，咱足少会去感受到讲，迄什么是用什么方式，咱刚咱看册啦，看字咧写嘛。但是你马咧看一个导演，伊咧安排这个剧情啊，咧安排这个物件，甲迄什么台湾的情形的不平等啊，啊，交这有钱无钱啊，啊，像咱人生差遮济这故事。伊会变做是用电影的形式出来，啊，我嘛互我看到讲，哦，台湾人这个知识分子，毋是讲今日慢慢才有这个知识分子，是介五六十当前，伊这个传统就一直的啦。我有一个爱上囝，就是哪讲无代志。爱上无伫咧啊？哈？无要做囡仔药啊？我什么人食？来去啉茶讲的是安怎？我有代志。喂！啊，介早的时阵，我听这出内底的台语呢，伊南腔北调啦，伊有无共款的开口调声音。啊，但是尾啊电视了开始讲的拢是，你像迄阵仔是啥物野仔仔啦、大颗零零小货斗，吼，啊，佮加上尾讲咱尾啊看迄黄俊良报第一。是电视出现了，大家台语变甲标准化，这交伫美国嘛共款，美国开始有电视，吼，有这网络了，伊的英语啊。伊就较无南腔北调，伊就变做一种较标准的英语，变做一个开口。啊，咱台语嘛是有这种的变音啊，但是即出我看来讲，哦，这是伫电视开始出现进前的台语，所以迄阵仔的台语南北的腔，拢还佫伫即内底会出现。大家小心。爱上。干嘛我来死红？我感觉人的本性吼，交即个社会文明吼，一定有矛盾交冲突，这是必然的啦吼。不管是60年前、100当前，还是到即马，其实拢共款。啊，但是因为社会的条件无共吼，伊解决即件问题的方法无共啦。啊，这是我感觉看到一款电影吼。遮尔幼稚的去了解迄个当时的迄个情形，迄种感情吼，迄种足幼的物件，啊，互你感受你讲哦，人的感情交即个社会的即个制度啊，还是有咱讲的婚姻啊、伦理的冲突吼，迄是变做足活跳跳伫咱的面前啦，毋是咧讲理论的啦。电影导演安怎讲理论嘛，讲袂赢人。啊，但是你若拍一个片会感动人，啊，互人感觉去反省去想讲哦，啊，这是出啥物问题？哦，咱后盖拄着要安怎，还是安怎的社会，哦，安怎的世界会当互即款的冲突、即个矛盾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
有一个出路吼。我感觉这是真做艺术还是做电影内底是应该是讲最了不起的代志吧。